來中東的戰爭影響到國內的塑膠袋啊欠貨佫起價，講中油林恆廠為着要供應做塑膠袋的原料，已經佇3月31日提前7天開爐。上市的魚啊，用塑膠袋啊包起來送到人客手頭，市場的頭家卡手攏正美麗，招呼人客。賣起貨一定愛用到塑膠袋啊，也毋過資金欠貨，業者真正無法度像較早共款，一卡訂一種魚啊。這種透明袋以前好像是30幾塊，現在漲到50塊，23塊啊，到現在30幾塊了。然後叫10個才來2個而已，那個數量根本不夠啊。還是有辦法，但是就是變成說要少量了。本來說可能像客人，他可能是裝2包3包的，我們只給他1包啊。我不會收錢，但是我就不給。塑膠袋啊欠貨，有錢也無一定叫有貨，敢來當請人客加體量，頭家也為人客整理採買品項。1斤袋比較不好買，2斤3斤的還算好買。最常用的是哪一種？大概正常是1斤的，就是只能用2斤的。對，成本稍微高一點，但是還是給客人方便就好了。客人如果買好，我們幫他整理一下，放在一起，方便拿就好。通常調整提供塑膠袋的方式，因欠貨，有一寡消費者家己的雜袋啊，就較袂受到影響。剛有個店家，他上面有貼說，貨再不來就要自備了，自己帶啊，不然怎麼辦？收費的我不要。我們自己帶塑膠袋出來，之前就都會自備。剛剛賣雞的老闆也說，今天沒有塑膠袋可以用，自備比較方便，家裡乾淨的就可以拿出來。為了滿足招懷的下游業者對原料的緊急需求，中油4天提早7天佇早日開爐，預期6個月供應量將會對6萬多噸提升到7萬9千多噸，確保國內塑膠原料有夠通供應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